高雄市农业局最近推出台湾狗的资料分享平台，民众会当透过手机的通讯软体去回报，当时伫倒位看到几只狗伫咧做啥物，把这资料收集起来，透过科学方式，和民众做伙建立一个台湾狗的活动地图，将做日后防治参考的一个措施。 拍开手机啊，找出这个上新的台湾狗资料分享平台，将你看到的台湾狗数量、地点、时间，甲有台湾狗伫咧做啥物，这资料拢会当同步去网络。这是高雄市农业局当日推出的新平台，望透过公民的力量，大家斗阵来收集受伤台湾狗活动的资料，当做日后防治措施的参考。民众认为，以前拢是请学术单位伫固定地点调查，地数研究资料受到限制，运用这款全民通报的方式，上重要的是爱先做好宣导。大数据知道。 猕猴大概都出现在哪些位置，然后可以分享到大众都知道可能哪些地方要注意。你一定要有习惯上，人家呢要上网去通报。一般的人。 大概没有这个习惯吧。就是因为拄开始做，无啥人知。农业局也甲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合作，伫受伤4可能等的社区去办讲座，除了了解这个通报平台，毛教民众爱安怎甲台湾狗斗阵。农业局望透过专门做过来通报，会当减少民众甲台湾狗的冲突事件。越了解他们的轨迹呢，我们就可以越来用比较好的方式来做一些防治的措施，减少民众跟猴子之间的冲突。 我嘛希望这个平台会当互大家了解讲，其实狗落山是正常的，因本来就爱互相沟通有无啦，毋是讲伊落山就是无正常，还是想要摕人的物件安尼，互狗的资讯会当更较流通的。农业局表示，平台资料需要时间豆豆来收集建立，现阶段可能无法度马上看到效果，不过对长远的政策推动来看，绝对是有帮助的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